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今晡日福氣來嘅節目。今晡日咧，我係心情有一些些好，用英講咧，因為咧，來做一件我知道，當浪漫嘅事情係稍介細細。嘿，乜嘅意思咧？今日嘅來賓啊，大家都當熟咯。其實大家都認識嘅創作歌手，佢特別出專輯咧，我都知道嘅歌曲咧非常嘅迷人。唔過基本已經唔係來大幾嘅新嘅歌曲，來大幾嘅新書。熱講歸路，意思是係乜嘅咧？哇！佢出了一本書，啲都要年佢寫嘅詩，佢係乜啥咧？佢叫啦分享你嘅創作才華，羅仕榮先生分享。Hello， 大家好，我係羅仕榮，今日非常歡喜來到客家電視台，做嚟分享我嘅人生第一本詩集吧。分享先生，你係唔係挺有才華咧？有才華，應該聽人講嘅，係自家做嘅，最喜歡做自家想做嘅事情。真嘅哦，我時常做嘅事情有乜嘅咧？你看唱歌誒，做音樂也好，寫書、寫書，又係講寫詩。但係按樣嘢哦，有時候你看畫畫、畫圖，係冇是專門做動都讓藝術有關係。我知道欣賞嘅細胞。而且你個細胞地圖，就是每個藝術嘅因子都地圖流傳着，所以咧，特別到仕榮老師來打造一個世界，總會讀啲個星空，做啲好多動作嘅，而且到創作嘅能量，好，這是我嘅感受啦，好，不過基本已經是很開心嘅，東風雨繞牆仕榮欣賞在度兩片，首先，恭喜老師，恭喜欣賞，恭喜你生日呢！真的，因為心情特別冇強用，因為今擺看到欣賞嘅世界帶來都係唱歌嘅專輯，錯嗎？你就會覺得對，冇錯，老師又出了一張專輯的，又出了一張專輯嘞。唔過條擺感覺說怎麼是一本書？又一本書，所以這個心情特別嘅興奮。唔過更多的欣賞。好好來從實招來，或者是好好來說一下這個搶別人飯碗，莫啦空想，就是怎麼會出這本書？有沒有出兩本書？好，其實因為我係中文呢，咁寫作對我來講，也係講用文字，寫日記，也係講寫我自家對啊世界對生活的那個感想，一切都有啲嘅寫，所以我睇嘅我的雜記本，這20幾年來，差不多有50-60本呢。真嘅嘅書稿，錯嘛哈？咁嗰時候就講當然啦，就講寫那個日記也係講冊記，大體上就係非常係當個人咧，較私密性咧。嗰時候我也冇想到講，竟然做得出咗那個一本詩集吧。因為杜康比較講寫愛情咧。因為之前我老欣賞大嘴鼓嘅時間，我同欣賞講，為什麼做嘛嘅客家嘅歌詞都會同阿婆有關係，同土地有關嘅家庭。唔過這是一定的，那也很珍貴。唔過我知道。當唱我有一些愛情的東西，那欣賞就講唔是寫一本書裡都有傾過嘅愛情。還有朋友講，仕榮你很情色，裡面寫的。我愛到就喜歡寫到懂你骨啊你。就會有，因為這就是你把它當冇強，這跟讀詩一樣啊。係啦，因為就講像比較講所有嘅藝術度哈，尤其係歌嘅也係詩作，90%以上就係有關愛情嘅。係，所以當然我想愛情對人來講係非常重要一部分啦。咁嗰時候對我來講，一本詩集度哈所表達咧，當然有自家嘅愛情，有朋友嘅愛情，有想象嘅愛情，甚至呢有非常多像亞當夏娃樣嘅，一開始，你天梯佢創世紀男女之間非常老太子言老萬物融合到向下嘅嗰種感受。基本上我就都也為一片許願，好，乜個願望，希望有一日我也可以有一首我自家嘅詩，不是集一首詩。
希望有一天，希望有一個人可以為我寫一首詩。那你要偷偷的告訴我，我改天我要去找老師喝咖啡，講清信上令尬壁，因為可能我找不到別人幫我寫詩，拿到百度四中信上幫我寫詩。老師，我是認真的耶，因為你想想看，如果有人可以為你寫一首詩，那是多麼浪漫的事情，更有你浪漫的事情，而且那首詩就會你去改個東西。老師，你今天有算是口頭承諾嗎？有嗎？哈，我們私下交易。好，講實話，不過講到鴉片呢，其實這本書裡頭老師詩有50首按到，比重幾多？唔過是通講，19年以來其實幕下嘅手稿已經按過嘅，所以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唔過講鴉片特別來小給一下書名哈，你講鬼路，老師是不是跟我們分享一下？因為這個書名的定，因為書名給給聽也是有一個故事的底度誒。當然你講鬼路也開始係一出。因為生活度吼，你講就啲個啊，也係講套新聞咧，有關寫你講咧，比如講對故鄉的思念啦，對自家所愛人啊親情啦，也係講對自家嘅土地家園啦，也係講對一種你講一種想象的一種連接啊，好像李白。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安尼吼，所以這種也講，你的生命可能就係800年，青島安度，用係青島嘅，青島嘅，不過呢，你講佢對宇宙遠古到未來，你講就很彩，好，無論一個族群文化係咩很彩，你的生命。行家唔是講，係啊，咁古時候中有乜嘅東西係做得超越，像你講樣嘅，嚇，佢係一種普適性咧，唔做看得到佢，唔做感受得到佢，咁當然我也，我作為一個客家人，我也想問，你講老，喺度客家生活，客家人有乜嘅連接？所以呢，古時候這個藝術史，你講鬼路度哈，所寫嘅幾種場景，哈，幾種內容，哈，對伊個生意呢，對伊個生活嘅空間、萬物之間呢，安尼嘅描寫，好，我就講希望就像一條客家話，也係講一條客家文化，做得像你講樣嘅，佢係超越咧。佢也係世界嘅，嚇，所以唔係單槍中嘅客家人，佢對自家嘅生活嘅世界都好天天，像你講樣嘅，佢關心嘅，佢照亮嘅係規則嘅世界。所以呢，基本上藝術家係用安尼嘅一種心情，用安尼一種感情來寫，好，甚至就講獻出也50首詩。這樣是也真困難，因為詩作當道，好，咁樣白去獻出也50首，好，所以也一首諾嘅，真嘅，因為我有聽過先生分享講，你講可以是很具體的你講，而家做的係一種講量，嚇，你講帶來嘅你講嘅意思，而照大家轉去嘅路歸路，嗰種有深度嘅空間、深度嘅想象嘅地度，好，我知道大家講到了，大家真好奇，嚇，夾夾來看一下你講歸路藝術史，好唔好先？係啦，這樣是我老朋友介紹也安尼個題目家下中家講嘅，一講第一條行義。就係月亮本身，錯，哈，唔單槍就係月亮的光芒，錯，哈，咁古時候像鬼路，中家講嘅，歸家嘅路，哈，一種自家嘅根，轉飛轉自家嘅根，自家嘅來源呢一條路，咁鬼路也係哇，鬼路嘅最容易講，哈，騙造，哈，所以呢，佢喺度談到講，哦。也按你個文史，原來客家個文史的意象內涵老翻譯，好，當道的所在係無共樣。真嘅，比如講月亮帶來的月光，講客家話，一講帶來的一講。
我就是親友，我是比較淺薄啊，意思講，那這就是客家話有意思的地方。係啊，先生，我們是不是有愛用嘅機會？唐兒同大家來釀一下嘅，好，希望好釀一下嘅，希望就衝一下，因為我條條啲先生講，已經成歌了嗬。係啦，因為做個藝術家、寫詩作家，嗰種對語言上演咧，嗰種音樂性，也係講佢嘅一種節奏性，其他所寫作家做個較敏感。好，所以其實藝術史幾件就創到過誒。係，個先生你想去釀啊，想去創。好，剛來試看下嚟哈。好啊。好，咁。花已落，也有塵，星空裡面啊，星空裡面，月光歸路，月光歸路。生日呢，話減來呀，歸路，淡淡月光白白行，花台順個白公樹啊，清風送涼哦，年啊。聽聽你唱，光切雲雜，月光比木的白骨還那怕，月光比木的白骨還那怕，月光比木的白骨還那怕。月光比木的白骨還那怕，街頭翻上街風模樣，街頭翻上街風模樣，街頭翻上街風模樣，一對兩對滿書法，月光歸路，風箏浪哪喲，月光歸路那吞吐台風。哇，真的，因為這個寫藝術史家係嗰種感受，哦，係一層一層，哦，好。當然，我嘅人生行到一下，就講回頭看，也係那個人生咧，那個歷程，也係講看我哋嘅文化嘅那個歷程，到現在到底係樣板嘅一種嘅情況，係咪很生，係咪很有錢有能量嘅發力，也係講錢有佢自家嘅一種創造性，所以呢，也就係自家回看，也那個人類嘅那個歷史，韓國對客家文化嘅那個歷史，所以呢，就會有深度嘅想法，所以呢，看到也花意落嘅，也有塵嘅。當然就係按部頭啦。看到個星空，還有幾粒嘅星呢？月光歸路，當家下又落地嘅水，唔過呢又看到星呢又出來，月光歸路，生日呢話減來，歸路淡淡，月光白白行，就想到韓世家下，我想可能每一個生日呢。就需要個安尼嘅經驗，行到路口，因為有一個講講嘅東西，行到哪佢就睇到哪，也就係月光，就像一個福康人一樣嘅，也係像阿妹一樣嘅，所以呢，歸路淡淡，月光白白行，
吼，你講又皮得又老你講白白下，吼，花台順嘅百工書。一花台當然係誒，客家文化導向，老土地，老自家嘅生命嘅那個所來處，嚇，奈來嘅也親咩親鹹嘅，嚇，伊個那個花台，嚇，伊個也那個場所，嚇，個百工書啊，你看百工書，也就很百工。哈，像木卡一樣嘅，個百工書清風送涼，哇，當咗前人有一個低音嘅的，哈，年牙天天嘅餐，光纖遠雜，又看到光，又有遠，所以炸彈嘅，所以呢，人生啊，每一天一稱就係光亮嘅。吼，其實像人嘢講樣嘅，吼，但嘢講比母體拍過係哪拍，即個呀就喺台灣也那個喺一個蔬菜喺伊個可以講係移民社會，所以伊做啊，講嘅那個族群之間啦。吼，所以呢，一條蔬帶蔬菜，可能伊就做係青島嘅拍骨，吼，所以人家講，伊講比母體嘅拍骨係哪拍，吼，翻上嘅風貌，無論係文化也語言，也係生命，也係家族，啊，當初看見就無希望，要翻上嘅風貌，哇，佢都嚟就係，你講歸路風塵浪來，你講歸路吞吐颱風，所有嘅一切啦，也依舊，吼。太自然的生命，文化生命繼續。哇，我覺得啊，俺說欣賞真的，我覺得我俺知道吼，每一首詩如果欣賞你那個，我等下講用來來講一下，就因為你要書誒背面有 QR code 有冇 QR code 迄個進去之後你糖豆欣賞吟詩，迄個每一個詩都有這樣的導聆，我覺得是講書會完全無共用，都在迄樣，大家先聊下，啉下茶，你等下就來講。東方藝術的繞牆的絲絨啊，這類的節目第一部分分享佢人生嘅第一本嘅詩集《月光歸路》，吼，整件係啲吼按當年以來有青島嘅詩集啲木下，吼，唔過終於還是有第一本書，你看講起來還是有種興奮感，吼，有種動聽嘅感覺。所以節目你講到《月光歸路》倆休息，吼，我覺得欣賞做對講導聆也好，解釋也好，真的收穫會不一樣。自家看有自家嘅想象，不過聽到作者談到作者本身，咋個咧講伊擺解細節性侵時會覺得哇，有些地方有的地方你原來是這樣，原來係安樣樣。所以啊，我老大家來講吼，呢一本書啊嘅後背啊，有隻 QR code 啊，即 QR code 係講伊係用手機去掃 QR code，其實就在談到欣賞每一首詩真的是在你耳邊這個朗，應該說吟誦詩哈，不過也賣光了。欣賞，然後你看就會基本上很尷尬嘅題目，就是俺講到按到啊，真嘅現在賣光了。不過老師，如果我愛第以後黑公有青島實體的活動，就做得分享安樣的詩，我覺得從剛才那樣，不管是朗誦也好，衝也好，然後導聆也好，我覺得太棒了。不過唐共欣賞安樣嘅分享嘅時節，也有唔係客家語嘅人，他用福佬話來朗讀，結果效果也真好，係哦，真嘅。像係去南橋書房，第北部，第北部加嘅頭家係客家人，不過佢本人係福佬人。佢本人呢看到拿到一本詩集就哇非常喜歡，結果佢就下私訊幫我講，老師根本你的
娘一本時期吧，佢讀起來是很無礙的。其實都這個係其實雖然劉德華是一條客家嘅文史，劉德華老法人是冇共用嘅吼，佢故說唔過佢知道講佢讀起來完全係冇乜嘅障礙，甚至呢，我去家嘅書店去做分享噶嚇，佢一開場就用河洛話念其中嘅一首詩，結果唐係剛講用嘅，當好，真嘅哇，係當下，係啊，其中念嘅春天嘅木竹，春天嘅目睭，係。佢就知道講，哎呀，寫嘅東西啊，其實啊，因為可能也係一條係客話客語，也係講河洛語，就係漢語嘅其中嘅一個脈絡嘅嗬。咁故所就講對人哋嘅漢詩嘅內容度吼，其實佢讀起來也係講我自己本身係做過嘅啦，所以對這種語言文史嘅美感，還有佢嘅神韻，我特別咧那個關心哈，所以其實知道講，讀起來佢專門到河洛話，也係講其實嘅睇到嘅朋友哦，佢也講佢用係河南話，河南話讀，佢講哇，佢哋讀起來完全就知道個嘅感情係做得連到強下嘅，係啊，也係我自家想象唔到嘅啦。吼，唔過種對我來講，因為我自家中文呢，所以對漢詩法語也係講對漢詩內容嘅，安尼嘅神韻，還有佢嘅講嘅漢詩佢嘅形音意，也安尼嘅結合，係樣板產生一種詩意。好，也係講透過一種神韻呈現一種詩的氛圍。好，就像嘅霧大夢，大夢係個電影，係河洛話夢，加一條翻譯係霧，加一條嘅漢語用到夢撒鹽，我一講阿姨，哇，他家就係哇，青龍南夢撒鹽，所以也就係凸顯呈現一隻族群，佢對呀文史對萬物命名嘅係嘅一種感受。好，就剛剛講到嘅春天嘅木竹，有講到強調嘅。就係人哋翻譯嘅呂秀妍，也有講強喜嘅，也有講強梨嘅，也河洛話斜底啊，斜底啊，所以呀，安尼個就係呈現出也命名家下，劉德用聲音用什麼，劉德嘅聲音什麼，也係佢嘅形體，細細。全部都融合到佢啊！所以呢，我知道，一定我本人了解客家文化、客家語言、客家嘅內容、客家嘅生活嘅氣氛，我知道，語言就係前後嘅一條路。係走馬街，這就是為什麼走馬一跳白讀詩讀四改世界，不管是五言還是七言，有沒有？幾扎史婷婷個嘅國文老師有冇？國文系上上課的時間，然後一節課好好來解釋一節課咧，好好來講大家史就會，因為師兄信上講嘅，不管是上人，對不對？就是他那個文字的精煉，好，這不是情感婷婷，大家係情感婷婷，嘿，文史改精煉啊，聲韻、音節、對仗等等等等，然後給大家史改後背。好，所以信上才會師兄信上加下附上嘅，或是來信上講對於漢詩內容嘅掌握，但強安用音，而且有最緊古嘅係，你一本嘅細細做啲看到動到客家詩嘅融發，這個是我覺得非常棒，因為老師剛剛只是簡單來舉個例子，講在離個婷婷像係夢撒鹽，就是你看它這麼的
美去按這樣的形容。比如講啊，咧講一隻地圖樹都有講的哈，比如毛細孔啊，沒那麼詩意，但是它叫做毛幼管，毛幼管。對，你看多可愛，毛幼嘛，對不對？就是很年輕嘛，幼的嘛，毛幼管，什麼講？你要是懂等一下哈，就是毛幼管，還有一隻阿伯樂。對，你看這麼漂亮，俺這樣改放過它的名字，請等一下。按到染蟲樹，吸煙就會染蟲，煙蟲樹啊，會留染蟲樹。我想說，老師其實應該可以提起白帝耶，因為那個花對我來說很浪漫，但是我沒有想到，俺沒想到可以這樣按等一下。蟲毛哈，所以意思是係講，其實讀兩本書，地讀做得確實做得突導性上嘅心意。信義做在突導性上嘅情感，做在突導性上在技術上面容易去寫世界能力。唔但像安陽人係講，你好好來去拓幾個世界吼，好好意思唔係講，就是你向上去拓幾個世界，對客家話來講，你也做在做地圖好多東多，然後客家有關係嘅名詞也好啊，形容詞也好，而且我非常嘅有意思吼，所以你看兩本書地圖。非常嘅豐富吼，還有乜嘅內容，少嘅本大家咧啲咧聊下，你等下再嚟講。兩堂節目一開始咧，小解兩本書，地圖嘅難為一首詩，老爸爸有關係，好後條腔係講暗夜降臨，你看啲暗夜這兩個字對我來講就係挺浪漫嘅寫法，看暗夜暗夜，好，故說先生，我們是不是好好來講一下亞述史誒？好，依就從細到大哦。爸爸講青島嘅就係佢依做韓世家嘅生活嘅面貌，嚇，加因為以前我屋企本身講有兩甲梯啦，加因為阿公嘅樣時呢就係睡大田，所以兩甲梯完全都冇咧。哇！所以阿公佢就冇做工種嘢。佢就專門到去做風水也得，吼，也係講老人希望嘅也得，吼。咁嗰種到我爸爸嘅樣時，因為佢49歲上叫我爸爸，所以年紀以前40歲真見就係做阿公誒，係啊，應該係要做阿公嘅，很強啊，係啊，那個提起咧來嘅，前面咧。完全都冇留下來，全部都上台咧，安尼係啊，吼。咁嗰時候阿爸當阿爸爸10歲嗰下，基本上讀高等科就係喺度初中1年生嗰下，讀一學期佢都講唔會讀嘅，佢成績當好，阿公就講唔做乜唔會讀咯，阿爸爸就講屋企時間我就係錢，嚇，過年咧我生活。嗰位呢，阿婆聽講嗰樣時要博學，所以屋企真件係非常嘅窮苦啦，嚇。嗰種阿爸爸就講唔讀書，佢要去做工，去賺錢，安尼係啊，所以有時按部頭，以前就係電戰火啊，點一個油燈啊，電戰火，所以呢就會老阿婆鄉下，也係阿公，亦係不簡易。就也一隻電戰火，他個坐喺鄉下，阿婆就會晾衫啊，也得吼。咁阿爸爸就坐喺讀書，阿公呢可能佢就會看風水嘅書啊，也係阿細姑嘅，佢會老人做sản婦安尼係，所以規家就係，差唔多8、9點，依種嘅人就日出而作嘅吼，日入而息，嗰時候就係8、9點就去睡啊。咁我爸爸就坐喺讀書，因為佢知道個雖然佢冇去學校上課，不過呢讀書係一件非常重要嘅事情，所以呢佢就係老朋友借錢多嘅書，因為屋企也冇錢好買書，所以呢等到
12點的，我婆放起了烏鳥，哎呀，這邊呢，還蠻帥哦，嘿，我爸爸老到，我婆笑講，關心，關心佢，阿妹樣還蠻帥安尼，後面呢，我婆又接電一句講，這油啊，我點剔咧。所以我爸爸馬上出樓嘅，電政府一盆澎湖，係啊，所以咧，可見就講伊做嘅生活係非常嘅困苦啦，嗬。咁唔過就對我爸爸來講，佢知道佢要改變佢自家人生嘅命運，就係愛讀書，愛要智慧，愛有頭腦，愛上進，嗬，佢這樣做得去改變自家嘅人生。咁個人佢自家方面呢，就係去銀行上班，安尼，所以可以講就改善屋企人嘅生活咧。係。咁嗰時候特別就聽到我爸爸講，我嘅屋嘅溜溜瘦瘦嘅邊嘅屋。cái pin này phải cổ奶啊，cái奶就會慢慢的腐蝕啦，所以呢，就看得到木卡，風一來嘅話就啲杜康一棟冷安尼，所以我就想講，伊安尼個故事，按樣辦，我知道佢也係文化。其中嘅文化，當真實嘅一種文化，哈。咁故事誒方面呢，下時家下，就想到爸爸也一團，哈，尤其嘅親後一團啊，哈，親後一團嘅一個地重嘅背噼里啪啦，野瓜寒地木岩浪風，電上電下。面向未來嘅後生兒，感應眾神靈的暗夜降臨。就像如果有個後生兒，佢做乜個按狂熱咧讀書，佢就感應到講，當向有眾神靈坐嘅舒服的看待佢。係啊，老師真嘅真有畫面咧，尤其係你講嘅一個啲蟲嘅背噼里啪啦，你就知以前嘅農村嘅生活就會按容易，就清楚畫面。咁做啲完全貼皮形象講嘅意思，也係用詩嘅方式來保存，唔單止係唔單止係兒同爸爸嘅感情，不過對我哋唔啲嘅人讀到嘅唔單止係感情，不過我要讀到幾則時代嘅人，係按樣嘅做事情，然後按樣嘅生活，按樣嘅精神，只是用詩的方式用。來保存，用詩嘅方式來保存，這跟拍戲也一樣，拍戲也可以用，寫文詩也可以用，寫故事也可以用，可以用。講實在話，從我還有經歷過農村時代，我嘅爸爸媽媽嘅農村時代，不過一下嘅後生兒，他一出生就已經是智慧型手機嘅時代，因為我的意思係講，真正就會靠按用嘅文詩來理解。來想象計量時嘅人，到底係樣嘅生活。而講按樣嘅生活係咪按樣係咪文化？你當然就係文化嘅一層啊！古時候哇，基本嘅真是東方魚繞場欣賞來到節目地圖。我覺得我其實基本嘅我們市中心上收穫很大，收穫動態，因為跟我們線上出新專輯、出新專輯的感受完全不一樣。如果你一定要問我的話，我很希望喺東希望還有機會就得到市中心上都按樣嘅機會，就會打嘴鼓，好好地講一下兩本書嘅戲，因為我談到的係故事。我覺得很珍貴，非常珍貴。所以老師除了恭喜你，也謝謝老師。希望下把有機會，我們再來出，好好聊一下，講一下兩本書的下集。好不好？好，感謝。好，睇咩大家都知道，糖辣就冇咧，我講先來做認同了。